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武陵农场的樱花季就要开始了。为2月12，农历的正月初1开始，到3月初1，拢是看这个沙区内好时机。开放注文房间才6分钟，就拢互抢订了了。武陵农场预估今年会引入到10万的游客。 大片粉红色樱花，甲武陵农场的树仔捏甲真浪漫得去，风轻轻啊吹，互樱花对咧摇叮当，有够水的。当年2月，当时武陵农场开樱花的时阵，今年佮拄到疫情，会来真侪游客。以最多的红粉家人来说，大致上是抓在15号。 2月15号开始到这个2月25号之间，我们是认为今年是最漂亮的地方。订房的状况6分钟不到就全部都卖完了，所以我们预估今年的樱花季应该会较去年再增加至少20%以上。武陵农场估计今年会有超10万的游客，伫咧过了正月初1就来。今年樱花季差不多会挡到3月初1，都惊收侪游客。农场嘛规定爱专程挂翠暗，逐工限制上侪6000人入场，卖做交通管制。 台7甲线在跟中1、2、4线的路口，一直到农场呢是禁止小汽车进入的。赏樱的部分呢，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坐这个大众运输，也就是客运的部分上山。 袂当家己赛车来看樱花，爱抢客运票。1月初6中昼12点开放台北含宜兰人去网络或者是便利商店订票。若是想要为梨山游客中心来，为1月11号开始，伫咧 TBS 台北转运站 App 顶订票。今年袂当出国，民众过年想要出去佚佗，赏樱花嘛是一个好选择。